后来长变大雨，云林大西乡累积的雨量全台湾上悬247毫米，部分地势较低所在积水是即个真严重。当地家家户户拢伫门口来加装防水的钢板，受到大雨影响，小仔菜类已经起价起一成咯。 云林大西乡五江村每一户门口拢有加装钢板，因为这地势较低，若拄着落雨，拢一定会做大水。前一天的大雨就灌入去厝内底。钢板敢有效？有啊，唯一咧车咧走着较袂压入来啊。大西乡19号雨量累积247毫米，全台上悬。沿海勇士业烦恼，大雨若过来，爱先甲海水咸度幼儿悬，海鱼和贝类才袂受到影响。 浅层这么已经有2.5度，当我咸度好差不多，咸度好伫2度半至3度至2度是吧？点到1度以下，就会影响到咱蛤蟆的成长。另外，菜农嘛趁青菜还未受损之前，各工人抢收。这波大雨已经予青菜起价1成。高丽菜是本来梅雨季进境差500块左右，差20公斤差500块左右，现在差600至700左右了。 大雨造成农损，嘛，互住伫地势较低所在的人有苦讲袂出来。大家都要做好万全的准备，才会当甲损害降到上低。